诈骗集团真正是无得客气，甲受害者骗甲无钱，搁爱用厝去抵押。这诈骗的歹人除了心肝真凶脑筋嘛动甲真紧。最近有遐侪少年人伫使用的网络平台 Straight 嘛出现真侪找头路、假投资的诈骗，而且阁是利用虚拟货币来骗钱。今仔卖个骗啊，咱就要请雅纯来教大家安怎才袂去踏到诈骗的陷阱。是主播。咱即马网络时代，虚拟货币是愈来愈实行，也毋过因为这金流较歹追踪，所以也产生真侪诈骗甲洗钱等等的案件。就亲像即马会骗人去投资股票共款，伫咧网络是有人会假做专家，或者是官方要报你好康的，鼓舞人去投资虚拟货币，也佫会利用一寡假的数位货币网站甲假的 App 来拐你去投资，也实际上甚至根本就无一款虚拟货币骗人去投入资金，结果全部拢总乌有去。也冇迄款假得奖通知，讲恭喜你得到虚拟货币，也其实就是要拐你点入去连接的网站，输入口座的资讯了后，正做因的人头口座，互诈骗集团来操作。也另外嘛有犯罪集团伫咧网络发定财的资讯，招募员工实际上就是去甲因斗洗钱，或者是讲要互新进的员工一条钱，要求爱去开设提供虚拟货币口座，这同款是要拐你的口座去操作洗钱。诈骗集团、犯罪集团会当闪过追踪，毋过遮个人干那会真衰，互人查到这个人头去互追踪。而且即马因为这少年人是较爱用 Thread 这个社群平台，所以嘛真侪投资甲定财诈骗会看伫这顶头，专门来骗一寡会晓用网络，佮对虚拟货币捌无头少年家。所以提醒大家，咱看到这个投资的资讯，就一定爱加查证，唔通黑白点入去连接，也个有网站，甚至是输入个资，互诈骗集团会当甲咱当作是人头口座。另外，咱嘛会当家己来敲电话问165专线，确定敢是诈骗，而且会当透过一寡大型的虚拟货币网站来查验虚拟货币行情资讯敢有正确，也有区块链的金融集团开设咱的机器人，互人会当来查看对方提供的虚拟口座敢有诈骗洗钱的风险，大家做伙来防止利用虚拟货币来犯罪。咱今日的麦克片的单元就先讲到这，所来将镜头交转去给主播。